手把手祷告手，我们看到一个人能够行走，是这么样子的困难也好，是这么样的自然也好，端看于我们的身体，我们的脑部是不是健康，有没有受创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我们的主他爱我们，他是我们创造生命的主，他是我们生命中的依靠，他是我们的力量，他是我们的帮助，甚至于是我们的避难所。好不好？我们今天一起来分享，当我受创之后，我怎么复健？我怎么从那困境中重新爬起来呢？一个感谢的事情，让我能够在困难当中能够恢复，在那痛苦当中可以再次重新得力。也分享一件代祷的事情，就是现在正受创，但需要复健困难的地方，需要主的帮助。手牵手，祈祷的手。